歡迎大家嚟到小窮仔頻道。今日係2026年4月19日星期日。以下由我小窮仔個朋友仔小窮美同大家睇下每周小窮仔新聞天地新聞撮要啦。第一則新聞資料來自4月13日星島日報。我哋睇下個標題先。標題係韓國乞丐地圖爆紅，集合各區平價美食餐廳，炸豬扒飯赤線辣炒年糕赤線烤肉1萬韓元內能吃到。全球物價持續上漲的背景下，一款名為乞丐地圖的網站迅速在韓國年輕人之間爆紅，成為他們在高物價時代下的生存神器。平台專門搜羅並標示出提供平價美食的餐廳，為學生和上班族提供了一個實用的解決方案，幫助他們在享受美食的同時，也能夠有效控制預算。有調查指，韓國的食品價格近年來不斷攀升。例如，一份國民美食紫菜包飯的價格按年上漲7.4%，而一份韓式拌飯的平均價格也已超過11000韓元，約港幣58元。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外出用膳對於許多韓國年輕人來說，已經成為一種奢侈。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有開發者便創建了名為 GG Map， 直譯為乞丐地圖的網站。希望將平價餐廳資訊整合在一個平台上，幫助大家找到便宜又美味的餐點。他在接訪韓媒訪問時，曾解釋平台名稱中的乞丐，並非自嘲之意，而是一種讓大家共同應對物價上漲的有趣方式。乞丐地圖是一個依靠乞丐們的集體智慧和嚴格評價來運作的平台。用戶不僅可以分享1萬韓元，約港幣53元。以下餐點的餐廳位置包括辣炒年糕、拉麵、炸豬扒飯等，甚至連烤肉也能吃到。更有趣的是，平台甚至會考慮到營養均衡。如果某個餐點價格高於7000韓元，但主要由碳水化合物組成而缺乏蛋白質，則可能會被限制推薦。我哋又睇下呢則新聞撮要。新聞來自4月19日星島日報。我哋睇下標題先。標題係日本著名拉麵店禁邊食邊玩手機牽熱話老闆爆導火線，客人店內睇 AV。拉麵是日本傳統餐飲文化，為近日網絡出現一個話題，部分人氣拉麵店為保持餐點品質及提升營運效率，開始推行用餐時禁止使用手機的規定。此舉旨在促請顧客專心品嘗食物和加快流轉速度。唯有批評則會過度干預顧客的用餐自由。集英社報道，埼玉縣春日部市的知名拉麵店主江亂武近日在店內張貼告示，訂明用餐時禁止使用手機，違者將被要求離店且不獲退款。店主川田雄一解釋，此一嚴格規定的導火線是今年1月底有顧客在午市繁忙時間公然一邊用餐一邊觀看色情影片，促使他將原先請避免分心的提醒升級為強制性禁令。川田雄一表示，此舉並非禁止顧客在用餐前為食物拍照或使用手機，而是反對邊進食邊使用手機。他指出，這不僅會減慢用餐節奏，影響餐廳的翻桌率，對於講究口感的細麵而言，用餐時間拉長更會使其風味盡失。其實，東京高田馬場的名店博多拉麵 Debuchin 早於2023年已設立類似告示。店主甲斐康太坦言，現時許多年輕人即使結伴前來，亦是各自埋首於手機，完全不顧及店內滿座及門外等候的客人。張貼告示初時，外界反應很大，甚至有人的確未有光顧，如今滑手機的人亦未有消失，故自己亦已半放棄狀態。我哋又睇下呢則新聞撮要。新聞來自4月17日星島日報。我哋睇下標題先。標題係手遊成減肥神器 Pikmin Bloom， 台灣爆紅玩家每日行路擊瘦11公斤，專家解構原理。想減肥又嫌做運動好悶？近期一款手遊在台灣爆紅，意外成為減重神器 Pikmin Bloom 皮克敏，吸引大批原本不的市民加入。不少人分享自己行路減肥的成功經驗，有玩家3個月瘦11公斤，更有專家指，不少肥胖患者突然加速減磅，原因竟是開始玩手遊。
Pikmin Bloom 是任天堂與 Niantic 共同開發的 AR 手遊，2021年全球上線。近期這款遊戲在台灣突然爆紅，吸引大量長輩、不打機的女士加入。玩家透過現實步行去收集不同造型的皮克敏，與同類型的 Pokemon Go 相比，門檻極低，純粹行路就是玩法，無需對戰，無需進行限時活動。玩家普遍認為 Pikmin Bloom 爆紅關鍵在於其輕鬆易玩的調性，吸引不少女玩家。Pikmin Bloom 與手機健康數據 Apple Health Kit 或 Google Fit 連接，自動追蹤步數，即使關掉程式也會有記錄。玩家透過每日行路可獲得幼苗、果實，培養皮克敏，並在現實地圖上種花。遊戲強烈鼓勵步行，有不少玩家表示，為了遊戲每日輕鬆行過萬步，且沒有做運動的痛苦。唔知道大家對於以上諸新聞有咩睇法呢？歡迎留言俾我，記得訂閱小窮仔頻道，下次見。